好標準喎，8條友，緊張，應該245啊，可能。咁都係打幾好啊！哇！Jason 要4分6，應該好衝啊！衝4分。咁撚激動啊！但係我覺得4分內你唔使話開到咁快啊！濕人就等佢速度衝出去，順一順先。應該等啲4分內慣咗嘅卡曼帶一帶先，我覺得。係啊，卡曼應該開4分內呢啲好準嘅。係啊，所以其實唔應該自己跑。48咯。係啊係啊。好準啊！係啊，真係好準。即係48-104啊嘛。阿聰係咪第3嗰個啊？唔係啊，第5嗰個，第6嗰個添啊。第4係邊度？4、5，係咯，04、05。呢度我應該跟阿聰啦。係喎，阿聰好似。阿聰104、105呢啲就好舒服嘅，加唔快啊嘛。啱啱好就似唔係 pace。多斯啊！唔知喺條上開幾多？有片啊！片啊你有 Pixel 10套6㗎嘛 ？XL 係咪？係咪100倍變焦？係。103、104啊！第3個係邊個？莊思陽。澳門嗰個。莊思陽點啊？152。哇！衝！07，哇！08、09、10、11、12，係good啊！今場幾好。天朗捉住啊！天朗咬住 PP 啊！今日。05係40收。邊個咬住啊？今日哇！竟然係莊思陽、阿聰、馬拉松同千五嘅對決，係俾你破百啦！要咬住千五。哇！係睇呢啲親子拆劇啊！呢個43，差唔多4分頭。加油聰！陳偉聰加油啊！撳啊！哇，好睇！402啊，401、402。哇，加咗好多喎！突然之間，應該靠晚撳睇住嚟食。唔係啊，阿 Jason 都係3000左應該都，哇唔得啊！都唔係嘅，加士200，仲有加價。哇！有啲挨後咗個人，Jason。唔得。